国际上要紧来看到，英国政府指控中国就是用恶意网络攻击来介入因选举的幕后主使者，已经有调见中国的大使来抗议，冇实施制裁。因为美国嘛透过跨国情报的五眼联名的资讯分享，来指控7个甲北京当局有牵连的中国骇客，因涉嫌发动网络的攻击，入侵数千人的电脑，收集情报。 中国的网络恶意攻击好加在无影响选举安全。英国副首相杜顿25日国会宣布，已经对甲中国官方有关系的2个人、甲1个实体实施制裁，原因是因恶意对英国选举委员会甲立法院批评中国政府的国会机关发动网络攻击，也提出4000万选民的告诉外交大臣卡麦隆已经调见中国驻英大使郑德光，要求解说。The UK does not accept that China's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Kingdom is set on a predetermined course, but this depends on the choices that China makes. 卡麦隆去年12月，捌甲中国外长王毅直接讲到这个问题。今年2月慕尼黑安全会议也甲王毅双边会谈。英国强调，中国这种的行为，互人无法度接受，英国袂容忍。 That China is behaving in an increasingly assertive way abroad, authoritarian at home, and it represents an epoch-defining challenge. We've refused to say that the Chinese were a threat, but they are a threat. 在跨国情报分享五眼联名支援之下，美国司法部25针对7名甲中国有关联的骇客提出控告，相信因拢都伫中国。美国基因长14年来涉嫌对美国官员、明代记者、学界企业，也是批评中国的人发动网络攻击、入侵电脑、收集情报，估计有数千人受害，也有其他国家人士。伫英国、美国了后，纽西兰也伫2日对中国提出同款的指控。中国官方支持的骇客想要 破坏因2021年国会大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各国应该爱提出充分客观的证据，而不是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之下抹黑其他国家。公司新闻吴伟林编译。